隨住深中通道開通，依家中山去深圳真係方便咗好多。呢度嘅大堂好有氣派，入到嚟已經覺得好舒服，而且周邊商場、超市行幾步就有，生活好方便。好，依家正式同大家睇示範單位。呢個兩房單位廳房分明，適合1到2個人住，或者投資收租都啱。單位仲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係佢嘅牆身採用咗防水防潮嘅物料，打理上嚟好方便。最重要嘅係廳出陽台，其採光度非常之好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ecilia。咁我哋啱啱咧睇咗咧中興智慧城議會嘅80平產品，咁跟住咧我哋而家睇呢一個70平嘅兩房單位。呢個70平單位雖然係細少少，但係間隔依然好實用。廳出陽台仲好光猛添。咁啱啱我哋睇完呢70平嘅兩房單位啦，其實呢度仲有1房嘅單位嘅喎，咁不如我哋睇埋佢啦。1房同70平兩房同樣做咗開放式廚房，保留返單位嘅寬闊空間。呢類嘅戶型好適合單身貴族或者上車客。大家可以留意到，呢度由1房到2房嘅公寓產品都係對返呢一片無敵嘅開揚海景㗎。咁如果大家對頭先嘅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戶型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Cecilia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